大爷没哪些都拿东牛的光的。期间背负多了，全部是偷的了。对这个灵上传的呀，三庙的传的。现在也你三庙啥？你三庙吧？曲阜狗说的一个芒大狗说这个后边的后，总后没干过的。哦。这三庙的人去给我打招呼。曲阜狗这个，芒大这个。在。就我们后芒大一个。这个前芒大后芒大。哦。我们这人一个他娃娃一个他是给了这，在第二年在。官司打的这米七百米七。现在也你是钱都丢了，才俺们大个丢了。是钱丢了，丢一块钱咱们大个丢了。我嘛。整个拿东呢？我拿东呢，你们的来收了。回收丢了没？回收丢了没？回收丢了，还不过养丢了个庄稼是3张5张。一挂有了。一挂丢了。这那么是担心开了是。一挂有是庄稼吃丢了没这样嘛？这3张。3张。5张。3张3管3两一挂我们。你看这大子庄那5大民族那丢的过。手头那呢？手头没听着。那个是大子庄的。大子庄的这个那说道，俺不都有师傅那个板凳上了是个阿红没有喝的吧？好的。你猪肉吃了没有？猪肉没吃了，猪汤喝了说的。那这么的，会么够下了呗？干的张喝酒的，天津的张够啊的，天津的张也办了这个。在你们会下跳，你会装吗？在你们阿不都啊，猪肉吃了，猪汤喝了，这个门的在标文说的，这就会喊头给的，这咱也没有后给，没后。现在也可过去巴上你可就要巴着。这个会跳的嘛。会跳着。跟年太多了。昆塔卡那种就听你客气了嘛。这个年太多我们还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老人是光传说不了没。现在也没哪些都还是丢了光没还是。没哪些都5、6岁些都拿东光没，丢就年没光完。这种包给干里的嘛。张包给干个嘛丢老光完。现在压个这克拉也就空的他克拉种子嘛。那个从前是这个传授的人啊，他是给了是，这山庄的开了呗。我们记得是这个老庙的还跳的了。老庙啥？那个老庙吧？是不够。赵家呗。他们那个赵家是，新人是，后头都，现罢了。罢了是啥也那边挺多产手头边都是回民嘛。那边产回民呗呢。汉民。汉民哦。这面这个芒拉狗肉这个回民不是。芒拉狗肉回民啊。那个不够你汉民嘛没？都在那边丢哪光没？对没。那都落起来的光该是。我们这一天呗。一天还是一天啊？花市清的呗。还是花市清的啊。听说一趟你那种都不是花市几个清了了？不得要2个的、1个的这种的。日本清了上去个花市清了的。这个不是这个啥这个这是叫的嘛？花市嘛，这不89年一个弄的死过了呗。那你别不上去跟清了的？这没清不上就罢了。清不上，8、6啊。听说一趟你庙都不是在九字辈呢。九字帮啊。九字不是几个吧？一个就显示也你九字高没？我显示也是过日胖样嘛在。娘配位个呢？配位3位娘12个配位个。配在过人那边的光也。山神就在那边的光。山王爷。山王爷。就啥也看你山王爷是那个山的山王爷吧？山王爷前有山神，后有土地。地面啊就土地也种着呗。那康哥大山的山王爷这个年没变过。没说着。这个阿哥庙也有的。
哦。土地上网土地。好的，听啥也你老人是去的传说去的你哪多年了丢了啥打算去？没啥没说这。哦。也是土民兵那是汉民嘛？我们嘛，我们是藏民啊。藏民啊，还是藏民啊？我大概是科研沟多西的藏民。科研沟多西。看到帮啥耶？那个，那个嘞，归地这里的。归队。归队听过啥子嘛？那个嘞是别说多了呗，脏话我也还本地人白纸等了。阿爷没得了。这石油和马脚的，炒面和张八脚的。牛和哪儿脚的？这个。听啥也你最面是他是前人，不是归队是伢那民都是这。这在俺们的哈来，带给我们这个周围的个森林说嘛。讲究他的只要这山走了是走。前干听啥伢哪上那么的了没完？不知道。这4个头。听啥也他你那边喊藏民的是？身份证的。汉民。这现在还没写着。土民我们现在是土民。土民啊。土民也有，汉民也有，藏族也有，藏民也有。这个学生们这种这一块跟外国是。他是个土民。你们个土民嘛嘛。听啥也你哪度你最面山了就一只山，老汉子就去了。这俺们的说的不知道。别说多了。别说多了嘛，伢拉丢的肯定老汉子嘛传说可贵呢。听啥也你哪顿都丢里去，花了丢里去嘛你别亲自是丢里去丢着，感觉一个是浪哇。想的。你别亲看起是，算不吃。这腊肉头不吃。听啥也你哪顿你没事，还是丢了过吗？那回去以前没偷呗，这都是这。好了，听啥也你哪顿都丢里，这回都丢里啥没事，算挺难得的过，还是我吃啊。平时的啥不了没？平时吃了。这每天拿东西进口些给那个3天扣几着呗。3天啊，那顿你前3天啊。这蒜末吃呗。蒜。葱，习惯是臭不一个没吃。肉呢？肉吃给的。肉吃，马肉那些吃呢？马肉吃给的，这这个么个老三么个那不吃给。马肉么个不哩？马肉吃的嘛？马肉吃。马肉吃了，这这个么个老三么个里边了嘛？听啥？那边只能等地菜呀个了。那你这边也有了。这是不少。这个我爸今年一个驴肉吃的，吃这个那疼的后头，怎么的吐的，就这个那头到了，这个那个了这怎么了的，吃过了嘛，没过了没知道，换过些一个墙头吐成的嘛。听啥也就这哪顿你头顿嘛是平时。平时那平时这个嘛不是这边老公。这条下来是最好大的呗。听啥也你搞这累丢了，可谁都不散的。哪顿发了不谁丢了，就是哪顿你吃天可啥突然的感觉嘛。那个也都好长得来香了。这还是哪顿头的螺丝带绿色，啥感觉有了吧？啥感觉没有？还是啥感觉没有？那个啦，这还是也没用过。你没见呢？他们那这，他们也我还一会儿是我穿插嘴里抬的嘛，你还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这是学过的呗，签字没得呗。对不起，这么在我在你们不要害怕说有什么说了。这看看也搞这了，再给你短时间拿东西的那个上网上把你跑出去，来的那个可以让你拿东西是天都可啥，还是突然感觉的过。啥没有。这位节目也想节目我要说些这个的呗，你是可以是
会的，但是你这我这手里给的你张说这个很。把也累丢这几年玩子，那种子累丢这。这个3-4年。3-4年玩子啊，就该是上跳回去最后年嘛。这他们这过了这真没跳。哦。这啥也你别亲子啊，啥主要也没大别亲子啊。你的风寒啊，这你的干不了是这你的花儿啥毛病风寒完的，一头春气还你看我完的啥？丽丽，你个没得。这你的手指没得我那个。就啥没。这啥也你啥你吃个零光多。啥还不讲？啥不讲？浑身一股子，浑身一条板子这么的讲的。听啥也你啥酒也没打啥吧？啥是吐沙？反正我说的嘛。这吐沙啥木沙不啥呗呢？里边吐沙木沙你不厉害呗？听啥也你吐沙你不啥也没打个吃了，还是浑身个嘛是？前年的世界都还得浑身一条，就那个病上住的呗。那些。听啥也你木沙你不啥没打个吃了？木沙是香的。还是香的听啥也你拿住你都不少，你苗学生是啥？给你要是拿住你咋个好可怜的过？这个什么那些公安是就世界都是解决我国人你还来着呗？听啥也你拿的苗学生都吃个困难的呗？那个九子草二味。不讲。啥不讲？